这个是我的真爱之掌，来击一下，来击一下什。么真爱之真爱之掌，来感受一下，就是我能在3秒钟之内，来感受一下，别动，来过来，come on，就是这个，你来这个吧，这个是我的真爱之锤，这锤，你放上去别动，对，来击一下锤，对，疼不疼？不疼吧？好，然后这样，好，这样对齐啊，好，来别动啊，3、2、1，有没有感受到我的真爱之锤？感受到了。感受到了是吧？是不是有一股暖流流到了你的心里面？哇，很强烈。嗯，对，所以说现在我找到了我的真爱。我问一下，就是你是哪里人？四川人。哦，你是四川人。